大家好，我係 Molly，記得幫我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，多謝你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討好自己就夠了下集。上一集我哋搞掂咗自己內心嘅戰爭，今集我哋要面對真正嘅戰場——人際關係，精選咗餘下6個精華處方，教你建立唔會消耗自己嘅相處之道。處方7：啟動慢動作模式，穩住陣腳。當人際壓力令你心跳加速，情緒主導權已經被奪走，搶返控制權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有意識咁將所有動作放慢，慢慢深呼吸，慢慢望住一個定點，慢慢飲啖水。呢個慢動作係一個強烈嘅心理信號，話俾你嘅神經系統知情況受控，無需要恐慌。身體平靜，個腦先會識得恢復思考㗎。處方8：靈活咁佩戴角色面具。我哋喺唔同人面前戴唔同嘅面具，關鍵係主動選擇，而唔係被動咁套上。例如面對啲好挑剔嘅親戚，你可以將自己嘅角色由渴望認可嘅晚輩切換成冷靜嘅人類觀察員。你嘅任務唔再係尋求認同，而係觀察。佢今次又會用咩話題嚟展示自己嘅優越感呢？角色轉一轉，你可能就會喺情緒戰場中心退返落嚟安全嘅觀察值。最核心嘅心法係要記住呢個比喻：難相處嘅人只係你人生戲入邊嘅一個臨時演員，你喺自己人生入邊係主角同埋導演。你會為咗一個臨時演員 NG 而改寫自己主角嘅命運咩？既然佢哋只係茄喱啡，咁佢哋嘅差評就冇需要去理啦，冇需要俾佢哋去定義你嘅價值。處方9：要精準咁識別並且切斷情緒勒索。情緒勒索者嘅武器就係刻意製造你嘅罪惡感同埋恐懼。最經典嘅對白有：我咁辛苦都係為咗你咋，目的係引發你嘅罪惡感。你太令我失望啦，目的就係引發你嘅恐懼。點樣拆招呢？一旦識別咗對方目的係操控，就要即刻啟動心理防火牆，喺心入邊諗呢個係佢嘅策略，唔係我嘅錯。對呢啲人就要重複講一句對白，平靜咁重複自己嘅立場，講我明白，但我目前確實做唔到。呢句對白唔係叫你認低威，而係要離開呢一種對話，先係對自己最好嘅保護。處方10：將報復升華做忘記同埋幸福。對於曾經傷害過你、令你耿耿於懷嘅人，最有力嘅報復唔係去恨，而係忘記佢，並且讓自己過得非常幸福。你自己喺度痛苦，對方可能完全冇感覺，甚至好開心添。所以最狠嘅報復就係將佢由你嘅情感世界完全刪除。你嘅笑容同埋精彩生活同埋你嘅幸福，先係你最好嘅復仇。處方11：要從怕俾人討厭到擅長被討厭，更進一步，唔單止要有勇氣，更加要練習俾你唔中意嘅人去自動討厭你、遠離你。個做法係點呢？喺當你感到唔舒服嘅關係入邊，停止去討好對方，堅持合理嘅界限。例如有個同事成日都要你幫手做佢啲私人嘢嘅，咁你就要同佢講：唔好意思啊，我有自己嘅嘢做噶，幫你唔到。對方可能會因為覺得你唔俾面而疏遠你。恭喜你啊，你成功用最低嘅成本篩走咗一個消耗你能量嘅人啦。要學識心諗，俾唔中意嘅人討厭係一種成功嘅人才篩選。諗下有冇一個你一直扮好人應付嘅消耗者？你試下用擅長被討厭嘅心法，第一步可以點做？處方12：製作你嘅不必做清單。高手呢，唔單止有 to do list 㗎，更加有 not to do list。定期咁審視生活，將呢類事列入不必做。例如不必參加所有獲邀請嘅聚會，不必即時回覆所有唔緊急嘅訊息，不必將家居維持到好似樣板屋咁清潔整齊。
每查去一項不必做呢，都係為緊自己爭取一份自由。呢一張清單呢，正正就係你生活主權嘅宣言。好，總結下全本書先。討好自己就夠了。呢本書唔係教你自私，而係教你成為一個內心電力充足嘅人。咁你先有能力更加持久、更加溫柔咁去愛人。記住作者嘅金句：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，唔係為咗符合某個人嘅期待而生活嘅。你係自己人生唯一嗰個主角，要善待自己、錫自己、愛自己，先係最深切嘅責任。希望呢12個精華處方會幫到你啦。但係呢本書其實總共有48個處方㗎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去揾呢本書嚟睇下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好書啦。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隔離個鐘仔。拜拜。你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係 Molly，下條片再見。